丰台湾经济外送平台停止运作，台北市劳动局就表示讲，这平台若准予外送员继续伫咧外口走，上重会当罚90万块。其他的外送平台产业工会也接到投诉，讲丰台天也是有外送员伫咧接单。劳动局表示讲，若准是千真万确，就会裁罚。 这个所在平常时也是有真侪外送员，不过今仔因为风台天停止上班上课，所以也有真侪民众家己出来买。湘北、嘉南、阁有宜兰，因为卡落风台，今仔日去了风台价。台北市劳动局是表示，若去了风台价，外送平台得爱通知外送员停止服务。对于惯势叫外送的民众来讲，虽然知影是为了安全，不过也讲有淡薄仔无方便。 蛮不方便，就是要变成出门要买。台风天没有办法使用外送服务，会不会觉得不方便？当然不会啊，因为你不能说因为自己不能出去，然后就要别人的小孩出去，这样不好吧？不会啦，还好啦，安全比较重要。 台北市劳动局是表示，当初制定台北市外送平台自治条例时，要求外送平台卖予外送员出勤，是为着保护外送员的安全。违法上悬会当罚10万块。外送平台产业工会是接到投诉讲，有外送员伫风台天接到单，也是爱出去走。提前的预约单，他可能在今天以前已经先做下定的动作。那在工会方的立场会觉得说，这种东西其实是安全问题。 像另外一个平台，它其实就有公告表明说，就是8月3号全部的订单，包含预订单，它都会做取消的动作。平台业者如果让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查证确实属实的话，我们还是会依照我们台北市的自治条例去做处理，我们就会裁罚2到10万。工会表示，会阁继续针对风台天接单的相关问题进行协商。劳动局也表示，针对这件投诉会去调查，进行裁罚。记者柯家山、小桂林台北报道。